Doryland 呢個經典品牌源自於1968年，由設計、生產以至製造，一針一線都係源自意大利。Doryland 品牌特別注重物料、環保性、安全性，因此3歲或以下嘅小朋友係可以直接接觸、安心使用。咁好多朋友會問下，其實我哋嘅床褥同其他嘅床褥品牌有啲乜嘢唔同嘅地方呢？咁如果你睇翻一個床褥嘅結構咧，其實整體嚟講咧會有3個部分嘅。咁第一個就係布面嘅部分啦，咁第二個就係內面嘅部分啦，咁最深入嘅就會係彈簧嘅部分啦。咁其實當其他嘅品牌仲停留喺軟硬度、舒適度嘅時候咧，Doryland 多雲來我哋品牌咧已經同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共同研發咗一種叫做 MyFoam 嘅物料。咁 MyFoam 呢種物料咧，我哋仲係攞到歐盟嘅1級環保認證，代表住3歲或以下嘅小朋友都可以直接接觸、安心使用。咁呢個就係我哋其中一個環保同埋健康嘅一個方向。Doryland 多雲來床褥喺全球超過1萬個合作嘅伙伴，呢啲伙伴包括6星嘅豪華度假村、5星級嘅酒店客房、豪華郵輪嘅房間。直到現時為止，我哋已經為45,000間以上嘅豪華郵輪客房提供咗唔同嘅舒適度嘅床褥。其中2間我哋較為熟悉啲嘅豪華郵輪公司，包括 MSC 郵輪集團同哥斯達郵輪集團。佢哋為咗確保每一位上船嘅客人都能夠享受到一個既舒適嘅睡眠體驗，呢2個豪華郵輪集團佢哋嘅所有客房都指定要用我哋 Doryland 多雲來品牌嘅床褥。如果你對你瞓緊嘅床褥係唔滿意嘅話，歡迎你隨時過嚟多雲來 Doryland，感受一下一份源自意大利嘅睡眠舒適新感受。